第八课，耶稣的学生安怎无紧食？圣经内的三本福音，就是马太、马可甲路加，常常用差不多同款的话。马可写一个故事，写安尼：约翰的学生甲法利赛人当要紧食，因就群伊来甲伊讲。约翰的学生甲法利赛人的学生紧食，你的学生无紧食，是怎样？耶稣甲因讲：新囝婿甲好娶的人伫礼的时，因减会紧食吗？新囝婿要当伫礼，因袂紧食。若是时日要到，新囝婿要对因中间无去，迄日因就要紧食。咱要来参比马太所讲的这个故事。迄时约翰的学生就群伊讲：阮甲法利赛人斗紧食，若是你的学生无紧食，是怎样？耶稣甲因讲：新囝婿甲好娶的人减会哀伤吗？时日要到，新囝婿对因中间无去。迄时因就要紧食。马太安尼讲这个故事，伊讲这个故事甲马可讲的差不多同款，马可甲路加所讲的也是差不多同款，因只有用几句无同款的话，总是意思是同款。马可讲，新囝婿甲好娶的人伫礼的时，因减会紧食吗？马太讲，新囝婿甲好娶的人相甲伫礼，好娶的人减会哀伤吗？差不多同款。马太用这句哀伤，马可用这句紧食，拢是差不多。犹太人哀伤的时，因要紧食。这句会互人较明白这个故事的意思。耶稣讲伊的学生无紧食，是因为伊甲因伫礼，因无哀伤，因真欢喜，因是亲像咧参加结婚式，互人请遐尼欢喜。即马咱来看伫路加同款的故事，这个故事甲马可的也是差不多。因对伊讲，约翰的学生斗紧食祈祷，法利赛的学生也是安尼。若是你的学生也啉也食。耶稣对因讲，新囝婿甲好娶的人相甲伫礼，减会互好娶的人紧食吗？若是日子要到，新囝婿对因中间无去，伫遐个日，因就要紧食。路加的故事甲马可的故事差不多同款，只有路加在讲约翰的学生斗紧食祈祷，马太甲马可无写这句祈祷，毋过会使讲无差，因为人在紧食的时，因也要祈祷，因用紧食的时阵祈祷，实在紧食是一种的祈祷的法度。总是照耶稣教示人毋免哀伤甲紧食，才会通祈祷。甲上帝做伙行，搭讲话，应该互咱真快乐，是亲像人去要参加结婚式，互人请遐尼欢喜。耶稣是做新囝婿，所以咱毋免亲像法利赛人，因斗紧食。